大家好，我係蔡醫生。今次咧有人問深圳同香港個箍牙個價錢係點樣，同大家講下。香港咧箍牙個價錢咧一定係比深圳要貴成1倍嘅。然之後咧，我做矯正牙醫已經做咗成20幾年，就喺15年前，我有個客人咧喺香港箍牙。然之後咧，箍完箍咗成半年之後咧，佢就過咗深圳。我呢個客人咧，佢係美籍華人，佢男朋友咧係香港嘅，佢係喺特登喺美國咧跑去香港去投奔佢個男朋友。然之後男朋友咧半年之後咧又喺深圳之後做生意賣嗰啲紅酒。然之後咧佢就跟住過到深圳啦，就話返香港去箍牙咧好唔方便。之前咧，佢喺香港15年前，佢喺香港箍牙咧，成要一個比較傳統個矯正，係金屬嘅矯正咧，都要成6萬蚊到。嗰陣時15年前，我哋箍牙咧係5蚊到，已經係升咗成幾倍，嗰係10幾年前啦。到家下咧就有人咧就係香港箍牙咧，如果係你去到中環香港嗰邊咧，就係中心嗰度咧箍一隻牙。揾個好嘅醫生嚟箍牙咧，起碼都10萬打底。如果喺深圳咧，你揾個好嘅醫生，頂級醫生咧，都係2-3萬蚊咁樣，都係相差好遠噶啦。因為深圳嘅水平咧已經係同國際咧接軌，接得好噶啦，應該唔會差過國外嗰啲有差幾多，或者係差，就算差都差唔到好多。因為咧我哋都係喺西方入邊學翻嚟嘅，再綜合到我哋個臨床做出嚟嘅病例，我哋牙科矯正科嘅嚟溝通做出嚟嘅嘢都唔會差嗰度邊度去嘅。仲有嘅就係話加下一個價錢咧，就係如果係正常嗰啲金屬自鎖脫槽，我哋主打嘅一般咧都係2-3萬蚊到。如果係話你要傳統更加平嗰啲咧，就係1萬到2萬蚊到都有嘅。如果係你攞嗰個係隱形嘅正常嘅價錢咧係2-3萬蚊，你都要睇過。如果係你比較複雜嗰啲咧，可能要用到嗰個GS 版本，或者係話頂級嗰啲版本嘅，就係可能要貴啲啦。嗰啲費用咧可能4-5萬蚊，就同最點樣佢都係比個隱適美要平，因為隱適美咧佢係外國嘅數據，雖然咧貴過呢個國產嘅，但係咧佢都係唔平，起碼就同我哋佢最平嘅嘢。就係隱適美最平嘅嘢，同我哋國產嘅嗰啲頂級嘅嘢，幾乎係一個差唔多嘅價錢。但係咧，國產嘅頂級嘅嘢咧，完全可以解決你口入邊幾乎係所有問題。有啲咧就係話你想嚟深圳箍牙咧，有個療程嘅。你不上深圳箍牙咧，第一個咧要面診啊，要照你個X 光片啊，掃描你個口腔嘅牙齒嘅問題，仲有醫生要評估，你要出啲方案俾到你。你要治療箍牙，要定期4到6個星期要嚟復診一次。完全治療咧就治療好咗之後咧，一定要戴嗰啲保持器，定期咧仲要上深圳檢查咁樣嘅。可能如果係你從頭到尾喺深圳箍牙嘅話咧，就上嚟深圳要1到2年時間。如果按1個月嚟一次，你係要十幾廿次啦。正常咧都係6個星期嚟一次，6個星期1個半月到，可能就10幾廿次要上嚟深圳，就係俾到你個實際情況。因為有啲箍牙咧比較複雜嘅，一定係要2年或者3年都有。點解要揀一個深圳好靠個深圳牙醫？蔡醫生咧有5個建議俾到大家。深圳牙科咧重點要記住5個重點。一個咧就係醫生資歷，問清楚醫生有冇正規口腔醫學，有幾多年個矯正嗰個經驗。我做咗20幾年啦，手上有幾千個病例，呢個咧係時間積累出嚟嘅。做得多1年咧就少嗰時咧有成百個矯正客人，多嗰時1年咧要有200-300個矯正客人，呢個係積累出嚟嘅。有啲時咧就好比講之前嗰個疫情期間咧，香港嗰啲客人過唔到嚟，可能呢個只係靠咗深圳嘅啲客人咧，可能就幾十個係咁嘅，就1年到頭。仲有一個是否係前程跟進咧？呢個醫生一定要從頭到尾一個醫生跟。我個所有病人咧都係有我自己跟進嘅，
唔會話中途換人，因為有啲係你去其他醫療機構嗰個醫生咧，係好多時候呢幾個月係呢個醫生，可能呢個醫生又走佬咗啊，又換個大個醫生嚟同你整，到時咧就大個醫生你又唔知之前個醫生同你整啲乜嘢，佢俾到個咩方案，最終做出嚟效果都係冇得估嘅。有冇真實嘅案例？就係你睇下醫生嘅手上，你睇佢自己嘅電腦入邊有冇嗰啲病人個之前做過，個醫生自己做過病例，係咪同你嗰個情況咧係差唔多嘅？如果係醫生手上有幾千個病例嘅話咧，可以好多個案例俾到你去參照。收費透明呢個問題咧就係問清楚報價，包咩，深圳幾千蚊，你話打廣告嗰啲去起步。同你去箍牙，起幾千蚊可以箍得到牙，就深圳應該係唔存在㗎啦。除非係冇經驗嘅醫生同你去箍就似頭先講嘅，可能今個月係呢個醫生，下幾個月可能大個醫生。呢個咧就係唔係從頭到尾嗰種，可能有幾千蚊嘅。如果有經驗醫生，你根本就冇可能幾千蚊可以同你箍得到牙。你最起碼一個普通嘅金屬托槽嚟同你箍牙起碼都要16,800起。如果隱形嘅咧，我哋呢度咧就係18,800起，就係經2萬蚊起啦。呢個係先講好。仲有個就係有冇手效個保障咧？固定器有冇包咧？反彈點算咧？呢個就要之前要上嚟深圳幾次。箍牙咧唔係買平，而係用更實惠、更個價錢咧去揾到有經驗個醫生，享受更靈活個方案，最穩陣嘅做法。都係有個時間過嚟做個檢查，你攞個報價，咁最安心。我係做咗20幾年矯正個醫生，處理過幾千個病例，有咩問題你可以隨時問我。